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大力，歡迎嚟到圖表派。今日2026年5月7號星期四，我哋一齊嚟回顧下大市嘅走勢。首先，我哋去個免責聲明先。好，我哋開始睇睇美金。美金之前講過啦，到咗前方阻力，落翻嚟嘅時候破埋趨勢線，我哋短線向下睇，回翻7前底嘅位置，咁佢延續落係啦，佢繼續行呢啲向下睇，咁繼續向下睇啦。美金日 yen 就做咗個突破之後，就快速收翻一支大動能，收翻上呢個支撐位嘅上方係啦，跟住佢再 retest 多次呢條支撐線嘅係啦，同埋有一個假突破，我哋見到一個假突破，仲係大 momentum 上嚟。跟住就守住咗喺呢個前方嘅阻力位置高點啦，但係佢嘅下行動能係比較弱嘅，咁我就當呢個假設佢係一個回調，咁短線上我係會向上睇佢繼續突破呢一關，再睇有咩走勢延續嘅，但係短線係我會向上睇先，係啦，呢一個係一個小調整，我會認為佢呢個係一個小調整，跟住就S&P 咁佢延續嘅一級一級踩住上啦，咁其實就都係向上買嘅啫，冇乜任何可以做 short 嘅指示係啦，橫行震盪踩住隻前頂上，踩住前頂上一路上係啦，咁睇佢會唔會回調繼續向上做啦，咁納指一樣，咁都冇乜嘢好睇㗎啦。恒生指數破趨勢線，咁我之前就有講過啦，破前頂收翻落嚟做個震盪，咁有一次針咧，呢支針係回測咗前頂，對車個假突破回測，咁就收翻落嚟。但係呢一隻腳係一個假突破，而最後佢都向上開咗，咁佢就破埋條趨勢線，咁繼續延續向上睇嘅，係啦。恒生指數短線就向上睇，冇錯，繼續向上睇啦。跟住上證都有講過，上方打破阻力之後做一個橫行區間，向上突破呢啲位置可以嘗試向上做，係啦，只係守翻呢啲位置，咁啊繼續向上挑戰4200點呢個位置。跟住黃金咧守住阻力，跌破趨勢線，跟住就落翻嚟向下行區間啦。咁佢落翻嚟下方嘅時候咧，喺下方打咗最近呢啲嘅阻力嘅 liquidity 啦，跟住做個震盪向上開。我哋假設佢呢度已係一個調整完成咗，咁佢向上突破，咁樣最短線做一個小調整，繼續延續嘅。我係繼續會向上睇，會向上攻多啲嘅。短線嘅話係啦，或者佢會有機會睇會唔會踩翻前頂呢啲位置守得住，再向上延續。跟住就油就做咗個突破完之後就破埋趨勢線落翻嚟啦，有個假突破圈咗兩支係啦，兩個重要位置。咁我睇佢短線會回調，咁佢就落得深啲。而家落到去89蚊呢啲位置係啦，落到89蚊，咁就短線上我哋睇睇黃金比例到618呢位置啦。咁但係我就仲未見到佢有一啲好重要嘅支撐位置守得住。而家最近短線嘅支撐位置係88.6係啦。如果佢守唔住呢一關，都係繼續延續向下睇嘅。咁但係短線上我都係偏向較弱，睇油會比較弱啲先，因為佢大圖上去做一個假突破係啦，跟住一路壓住落係啦，佢一路壓住落嘅。咁啊睇下佢會唔會回翻去80蚊啲位置，有翻個支持位。比特幣就講啦，繼續延續向上睇啦。佢破咗呢一關阻力74000嘅時候就向上睇啦，繼續踩住上。跟住而家就破埋80000蚊，咁就繼續睇攞翻個趨勢線量度翻，咁我睇佢延續有上嘅。短線就等翻啲可能突破回測前頂啊，就延續做。咁以太幣就比較弱少少，就守翻前頂2383呢啲位置
係啦，好多阻力喺度，就 short 佢或者賣出啦，咁就短線上佢又追唔到比特幣個升幅，係啦，咁就而家俾條趨勢線佢啊，可唔可以睇佢踩翻住呢啲位腳延續向上挑戰2600呢啲位置，係啦，咁佢短線破呢條趨勢線嘅，咁當佢做一個回測先再上，係啦，短線會向上睇先嘅，我都係，咁就今日係咁多先，如果都係大家，如果大家中意可以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，係中意有咩喺下面留言，再見。